过去的梦，虽然遐尼甜蜜。你家己吼讲到笑出来，我是真的眼眶带泪。但你知道我们讲什么吗？就延续摊牌的话，延续摊牌的话题，我就说，你知道我在哪里摊的吗？茶水摊。其实就是说我是她的好闺蜜，她现在的情况就是心情不好，然后失恋，有种失恋状态。为什么我男朋友会这样？对，然后你可以帮我评评。对，有种站在我这边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们很怕就是画面的呈现看起来很像我们在男女吵架，朋友对。但是我懂她，然后我要跟她一起可能去骂那个对方啊，骂对方对。所以我最后那时候我有跟他说，哎，你懂我，然后我就有一个闺蜜派的那种的一个感觉，让大家看到哦，应该是知道这个状态。她跟她男朋友交往一个月，然后呢被她半夜发现她的那个手机有跟别的女生暧昧的讯息。对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要不要摊牌？对，你会你的话怎么样？对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我会就跟他摊牌，不要对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对，然后他就说摊牌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一直到这边了，跟你要，然后说在哪里摊？茶水摊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巴熊七的曼青。是这一次呢，在我专辑当中，跟曼青第一次的合唱歌曲叫做《爱了无丢弃》。哎呦，你忘记了？第一次跟曼青合作，在录音室听到他唱，然后我就觉得他的声音好适合这首歌曲。对，然后其实他自己在他们自己的作品里面，他的声音的展现就很不错了。然后这一次的合作，谢谢。对，当然我是比较累的那一个。谢谢。对，就是因为他刚好又有你窦炎的状况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这首歌还是非常的好听。对，赶快练起来，到 KTV 一起去飙歌一下吧！爱要无丢弃。